講到這風颱包圍特別來咯，大學教聯會今仔宣布，7月11、12的分科測驗，然後到13、14舉行。教育團體表示肯定，也講這風颱過後，考場真有可能會耍壞去，而且考生若做因為車路長期無到考試，政府就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。面對強烈風颱包圍，大學教聯會初一下晡調集相關單位，舉行分科測驗應變會議，決定要延期。初八照氣象署早起8點的預報，確定7月11、12的分科測驗要順延到7月13、14這兩天舉行。最嚴重的時候是10號的下午跟11號的上午，這個兩個關鍵的日子啊，一個是考生的這個市場的查詢，另外一個7月11號也就已經開始了進行了考試，所以為了顧及考生的這個安全啊，所以我們決定把這個考試的日期延後2天。大考中心提醒考生，敢若考試日期順延爾，在1個物理、化學、數學加生物，第13考試；12個歷史、地理、數學1，公民跟社會第14考試。所以，我們已經公告的應試號碼與考試地點都不變動。無論是倒一天考試，攏干會當第12禮拜下晡4點到6點去看試場甲座位，配合分科順延，甚至改做8月初3公布。登記分發志願是8月初5到初8，8月17放榜。台灣教育產業工會肯定這屆延期，以生命安全做上優先的考慮，應該擱再盤點監視的能力，將有補償，嘛要落實市場環境的安檢，研議考生受災補救措施。因為學生來自於各地方，那萬一災情會讓孩子無法出來，那這個狀況的處理比較麻煩。那因為這是個案，但這個個案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學生的升學權益。教育部講，七務監試場員有退補機制，若是有津貼補償的需要，會閣研究。考生若是因為風颱的災情，無法度順利到考場，會當提早去考場所在地，計出來費用會當申請補助。原駐地的地方，因為停班停課，他必須要提早出來，他有這個額外的交通費用需求，或者是住宿需求，都可以檢具呢向大考中心來提出做這個補助的這個申請動作。教聯會表示講，會照目前所會當掌握的氣象資訊做有防性的應變。不過新聞稿嘛講到，若是後續因為風颱移甩的速度上慢，還是影響的範圍擴大，影響到考試的進行，會看狀況調整。另外，閣宣布因應措施，有考生咧祈禱講，風颱趕緊走，唔通發生重大災情，互伊趕緊考煞緊解脫。記者綜合報道。